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嚟城匯教會崇拜啊嚇！頭先未試過咧，主餐之後要講嘢，所以有少痰上緊添，唔好意思啊。我哋而家冇出錯呢一個 PowerPoint 啊嚇！我哋今日咧唔係宣傳呢一個政府嘅新措施，呢個旅遊嘅新措施 VYD， 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嘅。5月7號就開始㗎啦。大家有啲咩問題咧，自己上網揾資料下。今日我哋講咧呢個咧，其實咧就係5月份嘅靈修主題。呢個靈修主題咧，真係好貼身啊，好到肉啊！我哋咩真正嘅身份喎？咁啊，大家唔會有冇時候咧試過就係夜晚瞓唔着，就會問下自己：我係邊個咧？唔係精神分裂啊嚇！我究竟生存喺呢個世界上有咩意義咧？咁樣呢個我相信咧，大家一定會問過自己呢一個嘅問題。咁好似好哲學啊，或者好 down 咁樣提呢樣嘢。我哋今日咧唔係研究呢一個嘅主題。其實咧，我哋咧好多時候咧去問自己呢啲問題嘅時候咧，就會轉咗牛角尖去話：咦，其實我哋喺着重嘅地方係我哋有幾多個錢啊，有咩身份啊，咩地位啊，或者有冇權力啊？無論喺工作上啊、家庭上，都其實可能你哋未必會揾到答案。亦都會越諗嘅時候轉咗牛角尖，就會令到自己個人更加唔開心，更加空虛。所以今個月嘅靈修主題呢，我哋係想話俾大家知，藉住神係點樣藉住耶穌基督，藉住聖經去話俾大家知我哋真正嘅身份。而希望呢，大家呢喺睇呢啲靈修嘅文章嘅時候呢，都揾到自己嘅答案。咁呢講到好似好鬼沉悶咁啊！呢個好深嘅主題。好，我哋嚟緊輕鬆啲嘅。咁啊，我頭先話咧，大家好寂寞係嘛？咁啊，大家有冇留意咧？我哋呢一個嘅聖經教考古咧嚟到最後一課啦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唔使驚，大家會寂寞冇嘢做，因為咧 Mark Sir 靜靜雞咧已經咧出咗一個新嘅系列啦，就係咧呢一個嘅 Google Earth Pro 嘅教學。嗱，咁我首先戴完頭盔先啦嚇，我哋係冇收廣告。冇人贊助嘅呢一個嘅教學課程，純粹咧 Mark Sir 咧係出自咧內心咧想咧增進大家嘅知識。咁有上過考古課程嘅大家咧都知道咧 Mark Sir 咧常常利用咧呢個 Google Earth Pro 咧去做一啲地圖啦，去做一啲嘅地形嘅結構啦，去幫助我哋了解咧聖經嘅經文。咁咧其實咧係容易學習好多。當你了解佢哋嘅地理環境啦、地勢嘅時候咧，就會更加咧睇經文嘅時候咧更加所謂嘅個邏輯啊，更加 make sense。咁咧，所以咧，希望咧大家咧唔好錯過呢一個系列。而呢一個嘅軟件咧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啦、易用啦。Mark Sir 亦都會深入淺出咁去教大家點樣用。而最緊要係咩啊？download 呢一個軟件係唔使錢㗎。咁所以梗係有好嘢，梗係要去好好咁學習啦。咁咧最緊要就係對你睇聖經嘅時候咧係非常非常之大嘅幫助嘅。咁咧，今日咧，我哋嘅主題咧，既然係講到呢一個嘅身份啦，相信大家今日嚟到教會，就知道大家嘅身份咧，就係教會嘅一份子。咁身為教會一份子咧，大家就要盡自己嘅責任，去支持教會嘅事工啦，去支持我哋所有嘅呢一個嘅教會嘅一啲嘅建堂啦，所有嘅嘢。咁希望咧，大家知道咧喺神面前嘅每一個奉獻啦，無論係金錢啦，又或者係一個心意咧，都係對神嘅一個嘅愛啦，同埋感恩嘅表示。咁所以咧，希望咧大家咧就付諸行動啦。咁咧我就唔再講太多啦。今日咧嘅中文講道咧就係 Helen 帶我哋，首先咧將時間交俾 Mark Sir 先。